闽南话河东狮子应该安怎讲？安怎写？虎爸母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释义母老虎、河东狮子，用来称呼脾气很坏、又凶又霸道的女人。用力，因翁仔某一个虎爸母，一个雷公性，毋知安怎斗阵。他们夫妻俩一个凶悍，一个暴躁，不知怎么相处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